你了。要上帝关感谢你，伫遮尔大寒的即个时阵，祝你永远无患有归邪的心，来祝你的圣殿来敬拜。含你结连做伙，是阮满足的欢喜。这是祝你遮尔大的恩典，祝阮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愿从下面时间，主你要用阮来讲话，主你所讲出的每一句话，请求主你信心帮咱，互阮听，就照安尼来接受。阮安尼祈祷仰望，我是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我是顶礼拜下晡的时阵，咱教会有举行一个活动，可能有的人唔知影。伫过年前，伫顶礼拜，咱教会下晡时，顶礼拜有大扫除，咱有大饼扫吼，有侪中一拢有留落来大饼扫。咱就一寡无需要搁使用的物件，或者是歹去，用了毋是真透过可惜的物件，就安尼来甲伊摕走。听讲每一年的大饼扫拢会扫出摕出侪属于无效用的，或者是歹去的物件。不过伫摒扫的时阵吼，一个物件到底是要，若是无歹的时阵，一件物件是要留咧，还是要等掉？这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共款，因为咱的看法甲角度无共款。有的人感觉讲这应该是免滴啊，有的人讲这还佫一定的爱留着。所以伫迄中间有真侪讨论。有时咱伫厝的大摒扫的时阵，也会发现到，有的物件摕遮久。人讲吼，听有人讲3年5年无用着的物件吼，就差不多会当等掉啊。有人安尼讲嘛。其实有时咱若常常看到遐物件时，就想讲我当初哪会买这个物件，我也袂记得啊。你若是讲当初买这个饼吼，还是啥物件吼歹用，大家广告看广告的时阵，拢迄个卖物件人拢讲啊七角全箍吼，这个物件偌好用，结果买倒转来无好用的，一摆两摆就束之高阁，收起来就无咧用啊。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代志？有时啊，咱咧买物件，咱用买物件这个来做的，就是咱对这个物件的它的功能、它的性质，可能还不是很了解、很熟悉，就给它买下来了。所以用无几摆就无要用啊。也有可能是对家己的需要无介了解。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习惯、对自己实在的需要不是很了解，于是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以后，发现我好像真的也不适合用，也不需要用这些东西。咱一生的日程嘛是安尼，咱人的一生，伫咱人的一生在行的时阵，也会累积许多人生的垃圾，我们不需要用的东西，也会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伫这中间，咱会经历侪试炼甲条件。当咱感觉讲，当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伫迄当阵，咱来决定，可能会感觉讲，我已经想甲真焦虑啊，安尼做就对啊。总是咱会发现，在做的是和进行所想的，就是无解共款，对无？所以感觉讲，其实决定的时阵就想甲真可惜，做是真正做袂起的时阵，爱调整的所在有哩啊多哦。所以会发现真侪通改变、通改进的空间。咱对顶个月开始就读约伯记，对约伯记第4章开始到现在，咱看到约伯和伊的朋友的关系也是受到真大的考验。这个朋友一开始听到约伯碰到这个大艰苦消息的总体，陪伴伊7天的时间，咱就想讲约伯这个朋友和约伯的关系一定真好，因彼此应该真了解、真熟，才会安尼。总是咱对第4章开始一直看到今仔是30几章啊，这20几章的对话中间，咱看到约伯和伊的朋友因所讲的这个话，咱会发现因的关系好歹，因的关系因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因彼此的信心感愈来愈少，因彼此的关系愈来哪行哪疏远。到伫最后，约伯实在是挡袂牢，讲好，恁都莫讲啊！伊无安尼讲，就是伊的感觉就是讲，恁都莫讲啊！我无爱搁听，加听加去的。约伯
只有想要对上帝来讲话，伊要用上帝来讨一个公道，是安怎伊会碰到遮尔大艰难的代志？伊只有想要听上帝的声音。毋知大家还有记得，伫约伯一开始的记载讲，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上帝、离开所有歹的一个人。毋过，当咱一直在看约伯，约伯是安尼看过来，有个人可能会感觉讲，这个约伯敢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上帝的人？因为咱看到圣经的记载讲，伊也会埋怨啊，伊也会生气啊，甚至伊也会甲伊的朋友口说啊，伊也起足大足多犹豫。对伊的话来看，伊也真实际。亲像即种人、即款的人，敢会互上帝看做是完全正直的人呢？上帝和撒旦伫一开始的挑战、甲比赛，上帝甲撒旦比赛，伊输啊吗？上帝输啊吗？伫即场的比赛中间，咱看到一个真重要的真理。咱伫约伯的身上看到一个真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咱人绝对拢无法度借着行为来称作义。咱绝对无法度借着好的行为来称作义。天顶地下无一个人是完全无一个义人，除了耶稣以外。总是咱看到约伯一直借着伊的信心，伊靠我上帝，伊甲上帝一直维持一个合一的关系。啥物是合一的关系？咱就讲一个关系是不是合一，是需要经过侪的学习的。就好像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，虽然说是血浓于水，但是亲子的关系也需要学习，怎么样是一个合宜的亲子关系？不是说小孩的东西爸妈都一定要管，我们也要学习尊重。朋友的关系也是需要学习的。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这些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，不管是哪一种关系，都是需要学习的。约伯和上帝，咱安尼看过来，伊和上帝一直维持一个合一的关系，就是伊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伊无稳重，伊也无虚假。而约伯碰到这么大艰苦的时阵，伊就是会当来埋怨，这是伊的信心。在我们碰到这样子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怀疑、我们的埋怨是合宜的。安尼有了解吗？在碰到这么，就好像耶稣有定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嘛在讲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是安怎要离开我？在这样子的处境底下，如果埋怨、如果怀疑是合宜的，是合宜的，所以。伫逐种的试炼中，咱看到约伯，伊无放弃伊甲上帝的关系，伊和上帝这种合一的关系，伫咱新约时代来看，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关系，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关系。他因着相信，他一直和上帝维持一个好的关系。虽然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神学用词，这是我们新约时代才有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用法，但是在约伯。旧约时代，它就已经成就了像我们现在所得到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作是义人，称作是一个跟上帝可以有合意关系的人。所以讲完全正直，唔那是安尼，也是指约伯伫道德甲律法的规定的下面讲无失错。伫旧约时代，迄个时代。完全正直的意思，是指不是讲，并不是说他没有罪。我们讲说人性都有人性的罪，而是指他在道德跟律法上，他没有任何的错失，他是诚实、不虚假的人。对于安尼来看，伊是一个真标准的好人，总是伊无完全，因为伊也是罪人，咱人拢无完全。咱拢有属于咱人的限制甲软弱。上帝信任约伯，伊答应撒旦的挑战，约伯并无互上帝失望，因为伊并无违反伊所信的上帝。咱对第1章、第4章看到撒旦对上帝的挑战是啥物？撒旦上帝讲：你若伸手摕了伊一切所有的吼，
约伯一定当面拒绝你。总是咱看，当上帝将伊的某、将伊的囝、将伊的产业，遮个拢摕去的时阵，约伯并无拒绝上帝。伫第二章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撒旦继续来向上帝来下暂停。撒旦向上帝讲：你若伸手伤伊的骨甲伊的肉，伊确实，伊的确要当面甲你拒绝。敢有？无嘛？有看约伯记啊，咱拢知影。约伯虽讲伊有埋怨，伊有失志，伊有怨妒，总是伊并无离开上帝。所以伫这个约伯伫这个大黑暗包围中，伊一处搁一处经历，伊生命中所有的黑暗，拢伫这个过程中一直走出来，就是头拄仔好讲的，伊可能进前拢毋捌埋怨过上帝。伊可能进前也毋捌失志过，伊进前可能也袂邀伊，也袂讲考试，总是伫这个过程遮尔艰苦的过程中，伊发现原来伊也有这个面相，伊也有即种的黑暗。伊生命中的伊较进前稳重起来，毋知影伊人生的迄个面相，伫这个过程中一直飘出来，就敢若一个大饼扫安尼。一直想着飘出来，伊渐渐伫道德甲律法的行为得到上帝的称赞。总是伫伊内心黑暗，一直伫这个过程大黑暗过程中飘出来的时阵，当伊的信仰、伊的信心一路一直为顶面来提升到伫因信称义的迄个标准，就是和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约伯的信仰是哪亲像是被提炼过的那个金矿，那个金矿一开始从矿脉里面被挖掘出来的时候，它并不是纯金的，它有跟很多东西掺杂在一起。那在金矿要提炼成黄金的这个过程，它需要加进更多的东西，不是只是就这样子，然后再拿去用火。长时间的那个高温去烧或者去淬炼，不是的，去提炼不是的，它还要去加上什么？它还要加上碳，加上氧化铅，加上硼砂等等，它还要不断加上这些杂质，对于黄金来讲的杂质加进去，再一直不断的多次的破碎跟长时间的高温燃烧，才能把黄金那个纯金给熔炼出来。加进去那些碳，不管是碳也好，氧化铅也好，硼砂，不管是加进怎样的化学元素跟化合物，这些都好像是这个环境当中所给予的一个试炼跟磨练，因为这样子，纯金才能被熔炼出来。外在的环境会试炼我们的信仰，耶稣甲伊的温度中间的关系也是不断经历过试炼。咱知影。耶稣的门徒有一个班长，咱讲班长就是彼得。彼得安怎？3摆无清楚。啊，讲一个出卖耶稣，犹大，结果伊家己见笑，自杀。啊，佫有一个，当耶稣搁活迄互伊看的时阵，多马对无？多马伊足怀疑的啊，我无看到，我有亲眼看到，我就无爱准时。就无准神，我无要相信。即群门徒缀耶稣安尼缀啊3年外，总是伊若经历死亡的痛苦，经历耶稣当耶稣经历死亡痛苦，到伫甚至到伫国外以后的这段期间，这群门徒不断发现伊家己内心的迄个黑暗。这个门徒，伊心内信仰迄个软弱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迄个黑暗一直走出来。总是当因回头悔改认罪，经历着顺境的试炼的时阵，就和上帝甲主恢复一个甜蜜合一的关系。只要咱无离开上帝，无好心，无弃杀咱的耶稣基督，就一定会经历着顺境的试炼，得到国外欢喜。犹大已经失去所伊的机会，总是咱还有一口气，
咱就要好好来把握。上帝信任咱，亲像伊信任约伯，伊精选咱真做伊的器具，咱就必须伫上帝手中经历做试炼，将咱生命中迄个无论是有看到，还是阮做无看到遐个黑暗来摕掉。咱和约伯无同款的一个所在，就是咱并毋是感觉是孤单一个人。咱的信仰有时，毋是讲感觉。昨阮中职会的时阵，咱有咧有读一本册，咱咧分享。咱昨分享的主题是信心。有时啊，咱会感觉讲信心是了是着感觉，一回到会，有人讲哦，信心充满迄个感觉，迄个感觉才是信心充满，才是信心同在。有时祈祷感觉哦，就有快乐啦，迄是一个感觉。咱有时常常会因为咱人的限制软弱，想着讲有感受着信心才是同在，总是无安全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应允咱每一个信伊的人，都会得到所应允、所享受的信心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，这是上帝应允，毋是靠着感觉，毋是靠着咱的感受，这是上帝的话。就算讲你感受会着咱有信心充满，咱昨分享讲话无耍花手，伊就倒去，还是安怎？安尼才有信心，毋是安尼。你相信就有，咱就是相信，才来信主的，才来受洗礼，敢毋是吗？咱若有信心，咱有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，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咱和约伯有真大的无共款，就是咱稳定遐尼多，咱的稳定是遐尼多，咱若有主耶稣基督，咱拢有信心保护师。所以上帝拣选咱，将咱对迄个境况里面挖出来，就是看咱最宝贵。伫这个过程，生命成长、起作的过程，我们会吸附很多的杂质，我们难免会吸附很多的杂质。上帝将约伯和伊的朋友抗做伙的时阵，约伯的性命就被杂质环境淬炼出来。这个杂质对约伯来讲是好的，被淬炼出来。上帝来将咱抗做伙。讲无输，咱是算杂质了。我头几若咧讲讲，有时啊，因为咱人心中会骄傲，咱软弱，有时啊，我们会成为教会的光害。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个蒙恩的罪人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才需要耶稣；因为这样，我们才需要耶稣。所以，咱伫彼此团体当中的过程中，会不断受到试炼。在团体当中，在团契当中，在群体里面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有限，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我也会骄傲，原来有时啊，我也会来掠家己做义，有时啊，原来我也会贪心，甚至我可能会偷摕什么？偷摕上帝时间，应该互上帝时间，我无互上帝；偷摕互上帝的财宝，应该奉献的，我无奉献互上帝；偷摕上帝的阳光，应该归阴光互上帝，我家己行，家己做到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受到信心的提醒甲责备，咱生命中间污点、迄个误会，一项一项，互上帝、互信心安尼提出来。一项一项来看，这个物件你是要等掉，还是要留着？这个物件咱要留着，还是要等着？这个试炼是着咱会当成做上帝迄个手中上贵重的迄个纯金。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那个纯金。所以我们要参与教会聚会，在团契里面的重要就是在这里。因为参与团契，我们的生命才能被试炼、被熔炼，成为纯金。不然，
我们仍然是放在那里一个一个原始的金矿放在那里，没有任何的帮助。伫逐种的试炼的中间，咱必须接受对上帝信心，咱才有可能，咱有可能对人失望，总是咱袂通对上帝来失望。信心的道路是一条真灰，信心的道路是一条很窄、真灰的道路，就好像在走平衡木。伫咧奥运啊，不管是什么运动比赛，或者大型的比赛，我喜欢，有的时候喜欢看那种体操，他们走那平衡木，我就想讲，那个平衡木行入可能去，我一步拢行入去，伊咧游，会惊，因为迄个悬嘛，毋但话，还佫有一个悬度。在平衡木上，咱难免会失落、滑倒、惊，毋敢向前，甚至倒退放弃。我无爱行，我落来，我无爱进前啊。就是咱着一定咱伫行这条信心道路的时阵，咱会立志，咱的性命爱去做纯金的这个信仰试炼中，咱爱学习彼此相牵。咱每一个人爱学习彼此相牵相扶持。迄个信心的道路是遮尔啊灰。你若较出力咧，甲别人车倒，你可能你甲人车倒的时阵，人本能反应的，人家会把我们拉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在走，如果说一条路很窄啊，我们两个要很有默契的往前走。如果一个倒，可能两个都会一起倒。重心不平衡的时候，一个倒，可能两个都会一起倒。因为咱每一个结连里，互咱每一个结连里葡萄树的枝，拢有当得到修正。才会当结实满满。顶礼拜传道有讲到，咱北中的牧者移动是第一名，是安怎会安尼呢？有一个原因，大部分的教会都渴望有一个十项全能、完美无缺的牧者，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迄一个牧者，莫讲牧者啦，一个人就好啊。敢有10项全能、完美无缺？无可能。无可能嘛！啊，若是牧者10项全能、完美无缺，我就袂需要恁啊，我家己去教会就好啊。哥林多前书嘛有讲，咱拢是啥物？咱拢是集体啊，咱拢需要彼此帮助。我和恁是集体，恁和我也是集体，咱做伙，咱是同工。既然我也是集体中的一部分，我也是上帝所精选的迄个金矿，我的生命里面也会有一些杂质是我看不到，或是我看到，但是在软弱的过程当中，上帝说：“你是牧师，这个你是要留的，还是要带掉？有可能我等一下我等袂了，我的关系就是像保罗所讲的，我所意爱的，我无法度去行。”我知，做事我行袂出去，我无法度行到上帝迄个标准。啊，不过感谢主，我拄则有讲，咱有耶稣基督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咱有信心讲会输，等我反悔咱会做，到伫咱主施阮的宝座前的时阵，咱就和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。教会无法度找到一个10项全能、完美无缺的牧者。所以咱莫搁去梦想迄个梦想，做迄个梦想。牧者呢，也渴望去致意，去找一间爱读经、祈祷、传福音、彼此相听的教会。这也是一个梦想。读经祈祷会，无啥物人爱来参加，这是所有长老教会的一个，至少无全部的人来参加，外口派嘛是安尼啦。然后有一个牧师讲，好，若有一个人无要来参加查经祈祷会，一个人有一个，我就无爱无共，即间教会吼，若有一个有安尼遮尔啊无听的，安尼拢袂半步，安尼拢无要听的吼。我们不能去要求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牧者异动，牧者找教会，教会找牧者，大家
我们常常会犯了约伯朋友的毛病，就是我们会用放大镜去检视彼此。牧者跟教会之间就失去了那个信任的关系。当牧者跟教会之间失去了，中间失去了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在用放大去看彼此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被我们摆在旁边了，亚瑟已经把我们放在一旁，摆在一旁了。我们只看到彼此。我们那个时候说，亚瑟你想就徛边啊嘿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 PK 啦。耶稣你先在旁边就好，我们先来 PK。哦，看你比较好还是我比较好？看你比较让我满意还是我让你比较满意？总是咱的关系，团体关系不是安尼，团体关系就是无论安怎，主耶稣拢是徛伫咱的中，拢是徛伫咱的中。当咱咧看别人的缺点，咧指责别人的时阵，咱爱透过咱的主，咱咧透过咱的主，因为耶稣是咱的主，嘛是伊的主。咱有即种的想法无？咱的眼光若一直拢是放伫咧彼此的心上，无放伫咱甲上帝的关系顶面，咱就真会亲像约伯的朋友，一直用家己的眼光来判断约伯。彼此的关系一定是哪来哪疏远，哪来哪无信任的。礼拜后，咱要调开定期会员互会，咱教会以上成全正信徒万人开祭司，这个目标爱偌久才会当达成。有的牧师，有的领导者，也是互教会逼的，讲牧师，你一定要定一个目标，年度人数多少人，年度奉献多少奉献。要定我嘛会使定啦。总是若是有人，咱教会无啦吼。我讲若是有的教会咧甲我要求，我讲我会定啊，总是咱的上帝。目标会使定，总是有达成无达成，咱是要看上帝，毋是看牧师，迄才是中职偌厉害，是看大家有这个决心无？咱会听各部团体会长的报告，伊有计划，伊有真好的计划，总是这个计划会照安尼来行，照安尼来完成吼。这个事工报告甲计划，毋是中职单工的责任，是咱正信徒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会长若是计划甲真好，团体才会兄弟兄弟姊妹都无人想要参加，都有较济，所以有时讲参与成全众圣徒，万民皆祭司，我们都是祭司。当我们参与在一个聚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我们的生命就会彼此影响生命，我们就会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熔炼成纯金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能被熔炼出纯金来。上帝借着中职同工，已经将事工计划好势，咱就爱第一地。咱拢伫同一只船的顶面，船的方向甲速度一定爱有一致，才会当为头前来行。当然，这个事工计划一定讲是无完全的，一定讲无法度通完完。咱爱有一个真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意识到，咱拢是有限制、无均的罪人。所以咱袂当讲啊，会长你哪会做这个计划无介好势呢？还是安怎伫咧人伫咧头前做到流汗。有的人伫后壁嫌到流汗，这是袂使。咱爱互相彼此相看相扶持。伫事工进行的过程中，咱一定有遮的黑暗的，咱讲粪扫要摒粪扫，摒扫迄个粪扫黑暗的走出来。当咱愿意一直伫主的手中要来接受这个纯金的试炼的时阵，咱就当是像约伯讲。我接受我的义，无要放散。我
我的心一世人拢无这边我。咱就伫试炼中不断调整家己的态度，调整家己的眼光。咱来看到教会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兄姐对上帝教会的忠心，咱要看的是伊对上帝的迄个忠心，迄个义爱愿意奉献的迄个心，看到肢体互相结连相听的迄个盼望。今仔日咱要含主同前途。借着主所设立的圣餐，借着信心来信着咱，互咱会当领受以马内利，主伫咱的内面，咱也伫主内面互相结连的这个奥妙。愿咱家己这条信仰的道路，甲咱的主的关系，会当哪亲密。耶稣为着咱来破碎，就是为着咱会当伫基督内面来成做合一，是为着咱。会当真心、真性、真意来服侍咱的上帝，要彼此相听，听后人亲像家己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求上帝感谢主你的呼召，你的拣选，互阮每一个生命，拢会当经过主你的恩典，诚做真宝贵的顺经。这个过程真无容易，真无简单。因为无人爱看家己的心内黑暗，无人爱面对家己的软弱甲有限。总是主你圣神保卫主的大气力，你下要缀管到一世人，伫阮生命起造的这个中间，主感谢主你的保守，你的扶持，愿仰望主你的恩典，阮也将主这份阮所得到的听，阮伫你的面前要来立志。我要来定，阮的信仰来回应主你的呼召。我要参与伫主你的教会，我要参与伫主你的圣工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。